Hello，good morning 啊！今日晨咁早咧，又去邊度玩咧？今次咧就台灣啊，台中啊，去台中行下，咁拍多啲片俾大家睇下嚇。OK，準備去登機閘口啊！今日咧人都算多嘅。OK，yes，耶！嚟台灣之前呢，大家可以嚟到金福汽油台灣去辦理呢一個嘅獎券，咁然後呢，就嚟出咗境之後呢，就嚟到呢個 counter， 咁呢，就按照指示呢，就去抽獎。咁我今日好好運嚇，我就抽到獎，咁係一個住宿券嚟嘅，大家記得啊！嚟之前記得申請定先噃。入境之後咧，大家可以喺中華電信呢個 counter 咧去買電話卡。咁價錢方面呢，都唔係好貴嚇，OK 啊。咁呢仲有7日、3日、5日、7日幾種嘅卡，非常方便啊！而家第一站嚟到彩虹眷村。大家平安，平安百福，好靚啊！今日呢，天公造美啊，有太陽，溫度唔係好高。彩虹眷村又称彩虹村、彩虹艺术公园，是位于台湾台中市南屯区春安里的一处建筑彩绘的景园。因荣民住户黄永富在待拆除的老屋上作画，而有彩虹爷爷之称，曾引发台中当地居民支持单位与学生蔡克斯等共同发动919抢救彩虹村活动。经过几次官民沟通，台中市政府以湿地重划方式将该处辟划为公园而保存，限制仅留彩虹爷爷黄永富夫妇居住一。
今日第一日嚟到台中，第一個景點呢，就嚟到呢一個離酒店冇幾遠嘅公園眼科冰淇淋，大家都攞住一齊喺度食下。裏面好多朋友喺度排緊隊。呢度咧有珍珠奶茶。現在嚟到台中火車站，天中伯好宏偉嚇！我哋而家向前行啊！咁鐵鹿大街後邊呢，就係著名嘅電車拍片嘅位置。
Hello，今日咧嚟到台中第一日，係入住喺喜瑞飯店。大家睇下個環境好靚喎，細餐廳，係好有特別。仲有呢一邊有一啲sofa。非常好睇，下一次大家有機會到台中嚟呢間文旅試下。OK，Yes，終於到嚟房間啦，02號房。噔，插個卡先。咁啊有冷氣啦。噔，哇！今日玩咗一日啦，都好攰㗎啦。好，我睇下房間啲咩先。有一張一個人嘅床，呢兩個人瞓咧就比較窄啦。咁啊，有支燈啦。OK。咁啊，有洗手間點咧？洗手間。洗手盆，咁啊有淋浴嘅嘢，花灑，OK，好，咁啊出翻嚟，仲有一個電視機，一個衣架，張凳咁樣。咁呢個房間咧，折算翻為到港紙，大概係160蚊左右度，咁都係咁啦 ，OK 噶啦嚇。咁喺6號至8號咧，我哋會住一間比較好少少嘅酒店，到時再開箱俾大家睇下，大概係雙倍價錢到咧。